大家早晨啊！尋日有位標迷同我講，佢之前朝朝都睇我香港早晨嘅，咁就話嗰時非常有呢個衝動啊，想開始運動啊嚇，見我咁有恒心，朝朝拍香港早晨啊！因為最近亦都見到佢身邊好多朋友啦，身體出現咗啲狀況啊，咁就覺得應該係要運動嘅。咁我問佢，咁最終你有冇開始運動呢？咁佢原來係冇嘅。咁其實今朝我係想同大家講啦，當你想做一件事嗰時候，其實就要立定決心，即刻做，馬上做啊！嚇，身體力行啊！嚇，就因為即係如果出咗事先至諗，唉，當初應該咁做，咁其實已經太遲啦。咁我依家係拍少咗香港早晨嘅，我連續每朝拍都持續咗成2至3年啦，其實都唔容易嘅。最主要要有話題啦，講啲咩啦。我雖然冇天天拍呢個香港早晨，我都如常每朝都係5點零6點就起身啦，落街行下，食早餐之後又行一大輪先至開始去工作嘅。咁因為我好喜歡啊，好 enjoy 呢個寧靜啊，可以幫我去思考啦。加上近排我亦都做多咗短片啦，咁啊需要諗下要拍啲咩 shots 啊嚇，咁嗰度都亦都需要時間啦。加上生意唔好啦，更加需要更多嘅動力啊！即係好多時都係要自己俾自己 motivation 啊嚇，尤其是呢啲咁困難嘅環境啊，我都盡量啦，多啲出片啦，短片又好，即係長片又好啦。咁因為我都知道有啲人睇我啲影片係當娛樂嘅，其實賣錶都係一項娛樂嚟嘅，一種好好嘅嗜好啊。因為喺呢個買錶嘅過程，其實你都可以好享受嘅。加上買完隻錶亦都可能會陪你一段時間啦，你可以慢慢玩你啲戰利品啊嚇。咁不過近排多咗啲古仔檔啦，咁真係勸大家要小心啲啦，因為佢哋通常都係揾啲不知名嘅牌子啦，作啲古仔啦。咁呢啲牌子嚇有冇持續性呢？過多幾年仲喺唔喺度呢？就不得而知啦。主要呢班人佢哋嘅所謂聯乘或者係致敬啊，係冇成本嘅。大家都知道好多瑞士品牌又好啦，日本牌又好，如果佢哋同啲人 collaboration 啦，即係啲聯乘啊，或者係啲致敬啊，都通常都要俾版權費啊，或者佢哋贊助一啲運動啊活動啊，其實全部都要費用嘅。就算 Delma 嘅 Blue Shark 啊，都喺度俾緊錢嚇，做啲鯊魚保育嘅工作啦，所有呢啲嘢嚇，譬如艾美嘅 Tide 亦都係出錢去做啲海洋回收環保工作，好多品牌贊助啲活動，亦都係提倡嗰項活動，加上即係宣傳，即係嗰項運動啊，運動嘅重要性啦，全部都有成本嘅。不過有一班人借住呢啲聯乘同埋致敬係零成本，咁不過呢又要賣得貴一貴喎。大家如果睇翻呢，佢哋好多時都係用翻嗰隻所謂新牌子現有個系列入邊去做少少改動，就一隻新嘅嘢嚟推出啦。打個譬如啦，我見到嗰隻牌子現有個 collection 賣緊5000幾蚊，其實我都覺得係貴噶啦，即係用緊啲日本機芯咁啊，就係設計啦，設計係靚嘅，咁不過品牌冇歷史啦，短啦。其實有時點解我哋話品牌要有歷史，歷史好重要呢？證明咗佢係經過一段時間嘅考驗啊，咁亦都出過好多款啦。
做咗佢哋啲宣傳啦，咁啊佢哋輝煌嘅過去啦，包括有啲品牌大家都知道嚇，甚至乎係出自己嘅自家機芯嘅。咁不過嗱，又講翻呢啲新品牌啦，即係一隻新品牌用一隻咁平嘅機芯賣5000幾蚊，純粹靠嘅設計我都覺得貴㗎啦。咁依家有一班人呢，改少少嘢又加多2-3千啊！你話唔係食水深係咩啦？即係改嘅日曆盤、改嘅月曆盤啊，或者係星期盤呢，呢啲呢，真係食菜都冇咁易嘅嘢啊！真係純粹係揾電腦設計嗰班人去設計完之後套上去之後就印出嚟嘅，完全冇難度。咁鐳射個底下你要咩圖咩設計，鐳射落個底亦都係好容易嘅嘢。我都經歷過即係 OEM 生產嗰個過程，基本上完全冇難度。係要花啲時間，有時來來回回你唔滿意咁啊，又要改之類啦。不過係完全唔係佢哋所講嘅咩花幾多月時間、半年時間去設計，真係我聽到都係笑料啊！咁佢哋又好興揾啲所謂行家啦、專家啦去做啲訪問啦，唔係話對呢啲行家或專家唔尊敬啊，不過有時啲嘢又打個譬喻啦，即係一位挑開麻雀嘅挑工師傅啊，即係日日咁挑，其實做呢樣嘢對佢嚟講都係食菜啦。佢攞把挑工刀俾你揸住把刀，你梗係覺得好難啦，挑唔到啦。就譬如我攞支畫筆俾你，叫你畫幅畫，你都覺得非常難啦。不過同樣呢支畫筆喺我嘅手，我畫出嚟就 easy job 啦，係嘛？即係一啲日日年年月月做開一樣嘢嘅人，即係駕輕就手啦，即係唔係唔好講到有啲工作或者係有一啲技術係幾咁難先得㗎，真係笑料。即係其實我講咁多呢，係唔想大家，尤其是係新入坑啲新手買咗一大堆不知名嘅手錶品牌過1年半載就覺得呢啲可能有啲都唔係啦，或者係當你醒覺嗰時候，先至發覺儲咗一堆垃圾啊！我係唔想大家咁而失咗呢個玩錶嘅興趣啊！相比之下，如果呢幾年都有睇我哋 channel 嘅朋友都知道，我哋推介大部分都係知名嘅品牌啦。就算有一啲依家唔係咁出名，不過佢哋好多曾經都有過一段好輝煌嘅過去啊！再加上最主要係超筍價啊，好多呢啲知名嘅品牌，我哋都係有一個好大嘅折扣先至推俾大家，介紹俾大家嘅。咁其實呢啲錶先至係值得入手啊！呢啲錶先有收藏價值嘅，過咗10年、20年，仍然嘅品牌仍然存在啊！而好多呢啲錶再過多幾年，你發覺已經係買唔返，或者係嗰副機芯已經冇可能係呢一個超筍價買到啊！係啦，今日香港早晨就講咁多啦。真係，如果大家身邊有朋友都喺度買緊呢一堆古仔黨推介啲不知名品牌啊，都勸喻佢哋啦，即係去睇翻啲正型嘅手錶品牌好過啦。咁如果 miss 咗早2日我介紹呢個總統嘅手上鏈機芯啦，咁應該短短1-2日已經沽清啦，因為個數量亦都唔多啦。不過我聽講尋日傍晚佢哋又喺倉度揾到一啲同樣手上鏈機芯，不過就方形殼嘅。咁今日如果有時間都可以落嚟窗邊睇下嘅，我覺得都幾靚嘅，亦
都係賣緊3000幾蚊啊，圍到去原本公價嘅2幾折啊，真係筍到不得了啊！最主要 Unitas 嘅手上呢機芯咧，亦都非常值得儲嘅。咁亦都有一啲方形嘅總統係計時機芯啊，自動嘅計時機芯啊。今日有時間都落去利昌揾華哥吹下水啦，睇下利昌有啲咩超筍貨，支持下我哋好冇？拜拜。